还记得那时候2006发完图人的第1张专辑之后，很多听众就开始多了比较多的那个听众朋友。哦，有一个人掉了号码，好，没关系，这样你是 lucky 的，你的号码直接在我手中。好，人生很多意外的收获，这样。07年入围金曲奖，虽然没得奖，但是那中间或许图腾也没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我自己跑去演戏的。我是演员，是我的另外一个身份，这样。我前面选过也有演过几出电视剧的，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这样。最巧妙的，居然是在08年的12月，就现在差不多这个时间，就公布金马奖的入围的时候，他说我也入围了，就入围金马奖的最佳新人。同年的对手还蛮有名的，就是《海角7号》的茂博跟田中千惠。我想说，我怎么会跟这么有名的人一起入围啊？那我也很觉得很感到意外的，但一直觉得应该自己不会得奖的，就是觉得入围算是已经超级意外这件事情。有那个机会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那种身价100万那种戏剧的那种演员这样。他说图腾都还没有得过金曲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说去很平常心的也去参加这样的盛典，金马奖的颁奖典礼这样。结果那天晚上颁奖的时候，那林志玲公布那个得奖的人是谁的时候，他讲我的中文名字，江胜明这样。诶，然后我的脚就很自然的起立这样。他是眼神是很意外的看着旁边的茂博跟田中千惠。哇，这怎么回事这样子？因为那时候新闻炒得很热啊。我不知道我上台是不是让所有电视机观众觉得吓一跳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演什么？怎么会得奖？意外啊，真是意外。然后得金马奖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很开心啊，然后刚好就跟我的家人讲说，就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就主要是爸爸妈妈，然后妈妈打电话给妈妈说得金马奖，妈妈尖叫嘛，对，然后我也打电话给我爸爸，不过那时候我爸爸还在跑船，这样，可能他有收到消息，可能我的金马奖这样。可是他反应也很妙。其实我唱歌，就我从17岁开始写歌这样，然后不觉得自己会出唱片。但我爸爸一直觉得说我做这个工作不太好，薪水不稳定。然后真的出了唱片的时候，我爸爸也觉得说你有没有像明星那样？他不觉得，好像也是就唱一场歌，就像今天唱一场，然后赚一点钱这样。然后可是中间的过程，他就是叫我说帮家里一点经济的忙，就是他的意思是说要我有稳定的薪水，就是去当职业军人。我不想，所以我中间很多时间都是，就我爸叫我做什么，我都不想做这样，我只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，就是玩音乐这件事情。好，即便出了唱片，我爸爸没有给我很大的肯定，我觉得，可能我还需要努力。那我想要得金马奖，我爸爸一定会更认同我这样。然后，我爸爸居然给我回了一句很好玩的话，你不是唱歌的吗？金马奖是唱歌会得的奖。我那时候我说不出来，可能他只是随便讲的吧。可是这个事情得奖之后的1个礼拜，金马奖就是我们办了一个庆功宴，我爸爸庆功宴当天晚上发生船难，在基隆外海。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啊，然后风很强，把船整个打翻了这样。我爸爸在海上就是漂了整整5个小时多吧，就差点要失温这样。我那时候就，因为我爸爸还没看到我的奖杯啊，刚好我不知道是那种情况，
那个庆功宴根本没有心情这样，然后奔到基隆，然后就很紧张，爸爸会不会救上来？不晓得。后来救到了，12个船员里面，就好像救到了6个人，然后5个都是外劳，唯一的台湾人就我爸爸，就其实很难过啊。那个时候，人家还以为我爸爸也是外劳，这是我爸爸。然后看到我爸爸在病床这样，我就给他我的奖杯这样，给他看，就是他有意识了，然后给他让买一碗热汤给他喝这样。好巧不巧，旁边有那种媒体记者，他们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一个人拿金马奖奖杯在医院里面，而且发生船难的时候，就被他拍了张照，然后放在社会新闻的头条半版。史上得金马奖上社会新闻的第一新人应该就是我吧？我不知道啦，当然我觉得获得家人肯定，或者获得你周边朋友最好的朋友的肯定是一种很大的鼓励。然后自从那时候，我爸爸他没说什么，他可能他就觉得说啊，就给我一个机会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是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。然后我也写了这首歌，这样是最近才写的，然后一直想到这个事情。这首歌叫《鸳鸯》，然后送给我爸爸，你一辈子在跑船，没有什么梦想的人，的一首歌，《鸳鸯》献给各位。